這一切都是你們自己说的，空口无凭啊！我有证据。啊，有证据。三刀哥为了证明当晚自己真的在场，去粮仓自首，被人砍了右掌。我想問一下，天下有人自願砍下手掌去做假證的嗎？鎮長，你會嗎？好，我完全相信你们，我完全相信你们，趕快放人，趕快放人！來，進來。李清潔，沒事吧？師傅，沒事了，沒事就好，啊，沒事就好。天琪，他們都快死了，幹嘛要救他們？要不然你去問師傅，這是他的意思。不過我勸你呢，還是不要問了，他肯定會說，我不想回答這些事，不許問。而且我看你比我還怕他，你就不要問了。龍井蝦仁、紅燒原皮、辣酒蟹、清蒸海魚、炸子雞、獅子頭、五柳魚、參鲳臘肉飯，一共9道菜，跟過年差不多了。圖個吉利，長長久久好兆頭。這個大小姐和歐總管終於討回了清白，平安回家，當然要為他們好好慶祝一下了。最後關頭，幸虧三小姐挺身相救，他們才能洗脫冤情。哎，這就叫做姐妹情深。平日裡他們各不相讓的，到了關鍵的時候啊，還是會出手相救的。不是我說你啊，都到了結婚的年紀了，怎麼還這麼天真呢？你的意思是三小姐她不是真心救大小姐的？這三小姐啊，總跟這個永成少爺眉來眼去的，好幾次了。哎，我親眼看見的，他們深夜裡啊在一起說悄悄話呢。真的，這個三小姐啊，她奮不顧身的救大小姐，我看呐，她是為了得到永成少爺。你這麼說我就不明白了。要是大小姐她死了，那三小姐跟永成少爺不就名正言順的在一起了嗎？那幹嘛還要救她？哎呀，我說你以為三小姐像你這麼無知，像你這麼天真吶？這三小姐啊，她是個有心計、有手段的人。她知道，如果是大小姐死了，那永成少爺的心裡永遠都會惦記她。那三小姐呢，她永遠都替代不了大小姐，所以呀，她先救他們，然後再挑撥他們夫妻之間的感情。對，就是這樣，就是這樣的。那這麼說，大小姐跟三小姐還會再鬥了啊？他們到底誰會贏呢？誰會當家呢？說夠了沒有？說夠了就趕緊把菜端上來，大家都等着呢。是啊。哎呦，嚇死我！依我看吶，這個二少奶奶比那個三小姐還難伺候。沒錯，不管是大小姐當家還是三小姐當家，總之啊，千萬別讓這個二少奶奶當家。是啊，要是她當家，哎呀，那我們就慘了。哎呀，還沒熟呢。哎呦。我們恭喜大姐平安歸來。哎，對啊，玉琴姐，我也要恭喜你霉運一過，以後順順利利的。謝謝你們。來，六六，來。爹，我都說了大姐是清白的，可是您偏不信，差點就把他們倆都給害死了。都過去了，就別再提了。玉琴吶，這2天你瘦了，多吃點啊。知道了，謝謝爹。大姐，這2天你就好好休息吧，幸福堂由我打理就好了啊。哎，永成呢？你們看見永成沒有？啊，永成哥跟偉全哥他們2個人去辦理公務了。今天不回來吃飯了。呀，
我们六六真是对家裡人的情况了如指掌啊，尤其是对永成哥。哎，你怎么能了解的比玉琴姐了解她丈夫還多呀？是啊，嫂嫂，你也挺关心永成哥的呀。这大姐还没说话，你就一个劲儿的夸我呢，哈！喂，哎，难得我们一家人在一起吃饭，要和气，讓爹開心就好。冠群呢？啊，他說他有急事，也不回來吃飯了。爹，您找冠群哥有事啊？吃飯吧。你終於回來了。我來看看你。天氣冷，家裡的柴還夠用嗎？夠又怎麼樣？不夠又怎麼樣？你不再為我做任何事情，我也不需要你再為我做任何事情。娘，我求你，別再跟爹、跟周世宏鬥下去。再這樣下去的話，你會受到傷害的。哼，我早就已經遍體鱗傷，已經沒有什麼好傷害的了。好吧。從今天起，我也不會再為您通報周家任何一個人的消息。包括你在內嗎？也許吧，我不知道。好吧，既然你已經認為你是周家的人，那你就把沈家和歐陽家的東西放下。娘，您跟我和我爹就沒有一點緩和的餘地嗎？你放心，我不會讓爹再傷害你，同樣，我也不會讓六六再傷害爹。可以打擾你一下嗎？說吧。謝謝，謝謝你今天救了我和冠群。我猜你應該在心裡咒罵了我1000遍10000遍了吧？你以後啊，少咒罵一點，就算給我面子了啊。豈只是心裡罵，嘴上也不知道罵了多少遍了。喲，會跟我鬥嘴了，看來你這個元氣恢復不少啊。為什麼要救我？我要是說姐妹情深，你肯定不會相信吧？連我自己都想吐啊！老實告訴你吧，我是因為想讓爹、二哥、永成哥讓他們不要太傷心難過。無論如何，我欠你一命。唉，像我這種尖酸刻薄的人呢，付出一定要有回報的。你欠我這一命呢，我都記在心上了。如果以後我想讓你還，你可別賴賬啊！我是最不喜歡賴賬的人，也不會做賴賬的事。挺好的。
你们越說越荒謬。你當我3歲小孩子？這裡有多少雙眼睛看着你們擁抱在一起？爹都不相信你，你還有什麼話好說？还沒睡啊？你回來了。夫妻一场，有話好說。我不過是個女人，你為什麼在外面躲到3更半夜才回來啊？我被關了這2天，你連一眼都沒有看過我。現在我回來了，你就待在外面不回來。你告訴我，這究竟是為什麼？為什麼我已經證明了自己的清白，你還要休我？這不是休書，是離婚。雖然你已經證明了你自己的清白，但是你跟姓歐那小子的曖昧關係，我相信你我都心知肚明。我說夠了。你滿意了？我已經把玉琴那個賤女人給休了。從此以後，你們這對奸夫淫婦可以正大光明的，不用再偷偷摸摸了。戴永成，你怎麼說我都可以，但是你不可以這麼說玉琴。她對你是一心一意的，你上哪兒去找這麼好的一個女人？你們相愛一場，你竟然這麼說她，侮辱她。你簡直就是自私下流，你根本配不上玉琴。玉琴是你教的嗎？你要時時刻刻記住你自己的身份，你只是個下人，不要一見小姐就眼饞。你說是你的拳头快還是我的槍快？放手！不放手！我告訴你。早在結婚之前，我就知道你有曖昧關係。你勾引我的妻子，讓我蒙羞，成為雙泉鎮的笑話。老子恨不得一槍打死你！你笑什么？戴永成，我笑你沒自信，笑你白白錯失這麼好的一個妻子。我告訴你，玉琴根本不會看上你，就算你們離婚了，我也不可能跟玉琴在一起。你不是一直在等我們離婚嗎？你以為我會相信你的話？再說，我也不會相信玉琴這個賤人能守得住空房。那我現在告訴你一件事情，讓你不要再懷疑我跟玉琴之間有什麼苟且的事情。聽好了，我是周世宏的兒子，所以我跟玉琴算是兄妹關係，我對她不會有什麼非分之想，更不會有什麼苟且的事情，因為我比誰都更愛周家的人。我看你是痴心妄想昏了頭，你是周家的少爺，多麼可笑啊！我再給你一次機會，你想清楚了再說，要不然老子一槍打死你！弄出一副不怕死的德行，你以為老子就會相信你啊？這世界上哪有那麼傻的人，不做少爺去做下人？再說，鎮上那天把你進豬籠的時候，我也沒見你叫周世宏一聲爹啊！關群，關群，老闆，希望來生還能當你的徒弟。我不要你做我徒弟，我要你做我的，我就是你徒弟。不要再說了，
醒醒！哎，不许！玉姐，大姐，你们快过来，要不我就报官，告你们滥用私刑啊！我明白了，一定是周世宏年轻的时候欠下的风流债。那我想问你，你娘是谁呀？是千金小姐，还是乡野村姑，还是什么青楼的女子，或者是有妇之夫？总之，你是见不得人的。周世宏啊，周世宏，平时一副知书达理的样子，我呸！真他娘的虚伪！在这個周家，上梁不正下梁歪，人人都戴着面具。我才没你那麼虛偽，我早就應該走人了。哼！你就那麼恨周家的人？難道周家就沒有值得你留戀的地方？有一個人，在周家最真誠、最不會偽裝，也不會戴面具的，只有喬兒。他是周家唯一值得我留戀的人。周家上梁不正下梁歪，人人都戴着面具。我才没你那麼虛偽，我早就應該走人了。在周家，最真誠、最不會偽裝，也不會戴面具的只有喬兒。他是周家唯一值得我留戀的人。大小姐，大小姐，大小姐，你別管我，你走開！大小姐，你別這樣，你的手破了。我叫你別管我！玉琴，你別這樣。關心你的人大有人在，你別這樣。可是我關心的就只有永成一個人。是我一廂情願，一心要嫁給他。我一直認為他真摯、勇敢、善良，我深深的愛上了他，愛得無可自拔。可是他變了，他變成了另外一個人，他的心裡已經沒有我了，他心裡愛着別人。我現在才知道，我是這麼的傻，我是一個傻瓜，我是一個傻瓜。我是一個傻瓜。黄大媽，大小姐呢？平兒去叫了。她心情還未平復，讓她歇着吧。你把飯菜送到她房間。是，老爺。不過，我剛才聽到玉琴姐在隔壁屋又哭又鬧，好可憐啊！哎，這個戴永成他也太狠心了吧！
說離婚就马上搬出去了。我要是玉琴姐啊，我不一哭二闹也会三上吊的。你一直踢我幹什么？难道我说錯了吗？戴永成对玉琴姐这么狠心，难道这对吗？我们女人受了打击，难道不能一哭二闹三上吊吗？行了，吃饭少说两句。永成的无情无义，也许是我造成的。老板，我已经让大小姐服了宁神安心丸，已经睡下了，平儿在房里守着。你坐下吃饭吧。对，冠军哥，坐下吃饭吧。哎，对呀对呀，坐下吃饭，坐下吃饭，反正位置空着也是空着哦。老板，经过这么多事情，我觉得我不应该留在星河堂了。大小姐要在家里面静养些日子，我会多留几日，等老板找到合适的人选，我会把工作交代清楚的。你真要离开啊？嗯。啊，你要是真走了，那星河堂不就没有当家的了吗？哦。要不让六六当家吧？啊，我又不是当家的材料，还是二哥你当吧。哎，你看你，人六六都说了，我不行。他不成，连川贝跟一米都分不出来，怎么做当家的？对，还是爹说的对，我觉得就应该让六六当，六六一定不会让大家失望的。乔儿，爹知道你长大了，这次玉清和冠群能脱罪，你的功劳最大。你一向聪明，学东西也快，有天分。这样吧，你暂时掌管星河堂。好吧，既然爹这么说，我不会让爹失望的，我会尽力而为。嗯，吃饭吧。逼走了周玉琴，我应该高興才是啊。任務越來越順利，為什麼我這麼鬱悶？我到底是怎麼了？心腸變軟，藏心術的功力倒退。如果讓師父知道了，一定會罵死我的。冠群哥，進來吧。三小姐，這是大小姐當家掌管星河堂時所用的賬簿和印鑑，請你查收一下。放那兒吧。哎，對了，大姐那邊情況怎麼樣了呀？還是情緒不穩定。大姐真是太可憐了，永成哥怎麼那麼狠心呢？真是。明明是你把玉琴和永成硬生生的給拆開，你還惺惺作態。冠群哥，你說什麼呀？我聽不明白。現在這裡只有你我二人，我說過的話跟你做過的事，天知地知，你知我知。你到底要說什麼？你可以去問一個人。什麼人？沈藏心。什麼沈藏心啊？我還省得費心呢。好啊，連自己的師傅都可以裝作不認識。你的藏心術學得不錯呀，不過在我面前就算了吧。我學藏心術的時候，你還不知道在幹什麼。娘，如果你是來告訴我周家每一個人的消息的話，我很願意聽。如果你又來勸我不要再恨周世宏的話，你就什麼都別說。
我来是想問你，除了我以外，您是不是还安排了其他的人在周家？你認為呢？最近周家發生了很多事情，都跟你一個人有關係。誰呀？難道是你說的那個突然回來的周家三小姐嗎？這個三小姐行為越來越古怪，我想知道，她跟您真的沒有關係嗎？哼，她做什麼了？讓你認為她跟我有關係？難道她要幫我殺周世宏嗎？不，周世宏很喜歡她，她是周世宏的開心果。其實，她處處針對的是大小姐。那是周家姐妹多年的恩怨，跟我有什麼關係？你怎麼會算到我頭上呢？再說當年周家大小姐是怎麼無情的對待她妹妹，你我都知道。就算她妹妹現在來對付她，也是人之常情嘛。周大小姐並非無情，她是被逼的，她情非得已，她其實很可憐。那我呢？我也是被逼的，你可憐過我嗎？你呀，喜歡上人家了？我沒有。你是我生的，你的藏心術是我教的，你以為可以騙得了周家所有的人，也騙得了我嗎？娘，你說了不願意傷害周世宏，我也不逼你了。不過，既然你說那個周家三小姐是周世宏的開心果，你就別管那麼多了吧。可她要是冒充的呢？你有證據嗎？萬一要是真的呢？連周世宏都認了，你憑什麼懷疑？你忍心讓周世宏失望嗎？你忍心讓周世宏再一次失去他的女兒嗎？也許你根本就是想幫周玉琴對付他那個所謂的妹妹周安喬。兒子，你愛上了敵人的女兒，你的藏心術已經徹底瓦解了。我告訴你，你跟周雨琴是絕對不可能的。如果有一天你要為周雨琴犧牲你的性命的話，記住，別告訴我，我只當沒生你這個兒子。哦，原來師父說在我之前安插到周家的人原來是你啊！默默在周家守護10幾年，你也挺能裝的呀。我早就不聽命任何人了，我留在周家唯一的目的就是保護玉琴跟我爹，其他的我什麼都不管。我只聽命於一個人，我來周家的唯一目的呢，就是拿走我該拿走的東西，其他的我也什麼都不管。我對信和堂沒興趣，對任何人也沒有留戀。哼，不像你。好啊，那咱们井水不犯河水，告辭了。哦，对了，我還想提醒你一句，小心戴永成，他不是你想的那麼簡單，那麼好戲弄的人，小心引火自焚。謝謝你的忠告。大家在信和堂工作了這麼多年，見慣風浪了。如今大小姐身體不適，要休養休養，信和堂就由我這個三小姐來掌管。我年齡小，經驗淺，有什麼不周的地方，也請多多包涵。哪裡？三小姐放心，我會全力支持你的。好啊，我相信有冠群哥的協助，我這新手很快就會步入正軌的。我呢，就先小人後君子。我年紀小，經驗淺，
所以怕壓不住場，就定了些規矩。我這兒呢有個本子，以後大家每天到來離去都簽個名，寫下時間，這樣誰遲到誰早退就一目了然了。我們以前有事先回的，跟大小姐说一声就行了。现在是我三小姐当家，就得守我的规矩。如果家裡有事情，必須提早2天請假，这样好安排人手。那家裡有急事怎麼辦？有急事不請假一樣扣工錢。還有，如果自己的伙計在店裡抓藥什麼的，或者是給親戚朋友買藥，不能賒數，必須銀貨兩訖。那自家診斷也要付診費嗎？對。冠群哥，請你把我剛才的規定白紙黑字寫在紙上，貼在賬房門口，好讓大家都看見。有句話是這麼說的：刻薄不賺錢，忠厚不捨本。玉琴放了很多心血在裡面，你要是添油加醋的搞砸了信和堂，我不会放过你的。我定的這些規矩，就是為了守住他的心血。你別緊張，信和堂早晚會交還給大姐的。你呢，就好好做你的總管就行了。這個當然，不過你要是搞砸了周家跟信和堂，有你好看的。這樣啊，你是想拆穿我的身份，逼我把你也拆穿？這樣，周玉琴可就更不好過了。哼，那個六六，自從當上了信和堂的当家的，就整天板着個臉，擺個臭架子。他以為他是誰啊？怎麼了？你到底有沒有聽見我說話呀？說什麼呀？你是周家唯一的男丁，現在你的姐姐和你的妹妹都比你強，你難道就不應該跟他們比一比，爭一爭嗎？行了，你還嫌咱們周家這段時間不夠亂嗎？我還煩呢！你現在什麼都不在乎，不代表所有人都不在乎啊！你就應該跟你爹爭取信和堂當家的位子。讓我當家，就是等於讓我把這個家給搞散了。我對做生意不感興趣，對中藥也一竅不通，爹讓六六來當這個家是最合適的。好，就算你說的成立，那結婚之前你整天圍着那個破六六跑來跑去，現在我們結婚了，你整天一個人看着這些沒用的破書，你也不願意多看我一眼，我到底是不是你妻子啊？啊？懷疑什麼呀？這不都已經是事實了嗎？那你的意思是說，如果這不是事實，如果生米沒有煮成熟飯，你就不會娶我了？我沒這麼說。那你告訴我，你到底愛不愛我？我能選擇不回答這個問題嗎？喂，我每次問你，你都不回答，你都嫌我煩了。好啊你不理我，我回娘家去。我明天就回娘家去。夫妻之間吵吵鬧鬧總會有的嘛，你也不能一賭氣就說搬回娘家來呀。我不管，反正我是不在周家待下去了。你看你，就是小孩子气，夫妻床頭打架床尾和嘛，你別往心裡放了。我往心裡放，是那個周天齊的根本就不把我往心裡放。我還沒等跟他說兩句話，他就冷着個臉跟我欠了他錢似的。還有那些周家人啊，根本也沒有把我放在眼裡，整天把那個破六六捧上天，讓他當家。你說他把我這個媳婦當什麼？拿他兒子當什麼？你別胡思亂想了，你當然是周家的兒媳婦了。那個六六在周家待不了很久的。
你怎么知道的？女孩子总是要出嫁的嘛。你呀，没事儿别计较这些小事情，要保住自己的地位，就要给天齐生个儿子。叫我为他生兒子？对呀，你公公總會百年歸老的嘛。現在天齊不想當家，但他始終是周家的男丁啊。將來呀，你兒子就是周家唯一的繼承人嘛。我可沒想那麼多。男人吶，就是吃軟不吃硬，愛奉承怕嘮叨。你回去呢，好好哄着他，他保管對你好。真的嗎？聽爹的話沒錯的。你終於坐上了信和堂當家的位子，我很開心。師父真是沒白疼你啊。這一次多虧了師父助香兒一臂之力。對了，師父你還有什麼安排？那周世宏這輩子最愛的就是他的名聲，只要一拿到醫書，馬上公布藥方，任人使用，讓信和堂再也沒有獨家秘方。周世宏就再也不能以在世華佗自居，沽名釣譽了。那周世宏這輩子最愛的就是他的名聲，只要一拿到醫書，馬上公布藥方，任人使用，讓信和堂再也沒有獨家秘方。周世宏就再也不能以在世華佗自居，沽名釣譽了。停！哎，你們要幹嘛？周三小姐，我們長官有請。難道是孫大英？出去吧。是。喬兒，怎麼樣？你永成哥帥不帥？你知不知道這些日子永成哥有多麼的想你？這個是孫大帥的地方嗎？不，這是我的住處。來，喬兒，請坐。怎麼樣？永成哥沒讓你失望吧？這怎麼回事啊？哦，我現在給孫大帥做副官，他把這個宅院送給了我，現在做官了，有身份有地位。喬兒，這比起在周家做入贅的女婿強多了吧？是啊。喬兒，來，我們一起慶祝一下。幹！喬兒，你知不知道，我有很多的話要告訴你。是嗎？我的前半生一直都不是很如意，這半輩子一直被我爹牽着鼻子走。我依賴戴家，習慣御寢。可是自從你出現了，我才真正明白我要什麼。你仿佛讓我找回了自己。從今天開始，我一定會好好的珍惜我想要的和想愛的人。你別這麼說。喬兒，你知道嗎？你抵消了我前半輩子所有的不如意。你的出現是我人生中最亮的一點，最美麗的一道風景線。嫁給我吧。什麼？喬兒，嫁給我吧，請你相信我，我一定會把你捧在手心，去疼你，去愛你，去保護你。你快起來。喬兒，你不答應我，我是不會站起來的。你別這樣說，我是不會嫁給你的。為什麼？我跟玉琴已經離婚了，你我之間沒有距離。你小時候不是說一直仰慕我，你想跟我在一起嗎？那都是小時候的事情了，小孩子說的話怎麼能信呢？不，我還記得那天晚上盪秋千的時候，你告訴我，
你愛上了一個不該愛的人，你知道我當時聽了有多傷心、多難過。還有那次在湖邊，你要我丟掉手杖，這不是在暗示我要把玉琴這份習慣丟掉嗎？你不是一直渴望跟我名正言順嗎？你誤會了，我說的那些都是假話。我從小就喜歡惡整我姐，說不定我只是看不慣你對她好。不，我知道，喬兒，你是怕我傷害玉琴，對吗？所以你才說這些話來騙我。我真的不知道該怎麼跟你說。不過呢，我是不會嫁給你的。而且我說的那個不該愛的人，不是你。他是誰？我問你，他是誰？那個晚上，你就當做我一直在做夢，說夢話。對不起，我讓你誤會了。我先走了。快走，去汛河逃。站住！别管他！再不站住，我開槍了！喬兒，不要走。那我非走不可呢？永成哥，你說過你會保護我的，那現在你會對喬兒開槍嗎？你忍心嗎？我相信你不會的，對不對？那我先走了。走。周安乔，你給我回來！喬兒，為什麼要這麼對我？為什麼？真不巧，周醫生外出會診去了，現在還沒有回來。哦，謝謝啊。哎，六六，你怎麼來了？好久不見了。是啊，你最近好嗎？挺好的。啊，我聽說了你大姐和歐總管的事，我很遺憾。我今天心情很悶，我想找你透透氣。你別說，我還真懷念當初跟你、天琪還有林丹我們一起郊遊的日子。是啊，我也好懷念那種無憂無慮的日子。我心裡的六六是個快樂的天使，現在怎麼變得這麼憂鬱了？那可不成。來，跟我來。去哪兒？哎，小心啊！哦。你看那，小心啊！啊！往那邊拐，那邊。怎麼樣，六六，開心嗎？待會兒我帶你。原來你移情別戀了，戀上了周世宏最討厭的這個假洋鬼子醫生。走，放開我！走！你放開我！憑什麼抓我？放開！憑什麼抓我？周威廉醫生，別來無恙啊。戴永成，在我的印象裡，周威廉醫生救死扶傷很忙的，怎麼會有閒工夫騎着自行車迷惑人呢？我問你，你跟周安喬是什麼關係？周安喬，六六，朋友，你早就知道。朋友，你知不知道？就是因為你，他對我见異思遷，搖擺不定，
你喜歡六六？你早就跟玉琴結婚了，你怎麼能對自己的小姨子有非分之想呢？那是我的事，我現在警告和命令你，遠離我的暗礁。休想！你再说一次，休想！帮我把手拉上来，是，拉住他的手。啊！让你这个证人疯了！疯了！你个！对呀，对，我这人没事吧？没事吧？你怎么不动呢？啊？是啊，对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是啊，你说这对呀，这大白天的还啊？哎，看，卓医生，卓医生，卓医生，是谁把你打成这样的？是戴永成，他疯了。他说他爱上你了，六六，你要小心戴永成。是戴永成干的。来人帮忙。戴永成，你的良心是不是被狗吃了？是吗？你这么認為？不過，那隻迷人的狗一定是你，我的心被你偷了，被你吃了。我呸！我沒空跟你瞎扯。你說，你為什麼把卓威廉傷成那個樣子？還不是為了保護你嗎？怕他騙走你的心。我告訴你，凡是接近你的男人都會像卓威廉一樣下場。你真是喪心病狂！卓威廉用他的手把你的腿醫好，你現在害他當不成醫生，到底還是不是人啊？這樣好不好？你把我的腿打斷，還給他，滿意了吧？你居然為了一個假洋鬼子跟我動手，打你心愛的永成哥啊！你這個變態！我變態是吧？我變態也是你逼的！你對我忽冷忽熱，忽近忽遠，你玩我！我戴永成生平最討厭人玩我耍我，你偷走了我的心，你必須還給我。如果你不還給我的話，我絕不會放過，知道嗎？我知道，你和玉琴是不一樣的。玉琴見到我就像老鼠見到貓一樣，而你呢？你是一隻會咬人的小老虎。不過我喜歡你咬我的感覺。我相信你跟我在一起的話，我們一定是絕配。你這個瘋子，我這次死也不會跟你在一起的。永成哥真的太過分了，把你手打成這樣子。是啊，戴永成怎麼突然跟變了一個人似的，兇殘歹毒，跟野獸一樣。威廉哥，別着急，慢慢來會好的。對，你以前跟病人也常這麼說，你要對自己有信心。我是醫生，
我心裡清楚，我這個手是废了，以後是拿不起手術刀了。威廉哥，是我连累了你。天启哥，我知道你今天心情不好，所以呢，我今天特意拿了一瓶好酒跟你一起喝，好不好？天启哥，你到底为什麼心情不好啊？其實也沒什麼。我知道，我脾氣不好，又經常愛嘮嘮叨叨的，所以惹你心煩了。因此呢，我決定自罰一杯，從今以後就再不煩你了。我也有做的不對的地方，有的時候不夠耐心。從今天開始，我決定做一個好妻子，再也不讓你心煩了。哎，對了，天啟哥，你看，這是我為羅密歐還有朱麗葉設計的服裝，好看嗎？我在英國呢，看過一些17世紀的服裝，好漂亮，好華麗的。你覺得好看嗎？怎麼突然對這個感興趣了？其實我也想通了，兩個人要想在一起有共同語言的話呢，必須培養共同的興趣愛好。我知道你喜歡文明戲，我喜歡繪畫，所以呢，我決定把我的興趣和你的興趣結合起來。以後我專門為你戲裡的人物設計服裝，你說這樣好不好？挺好的。那我們就為以後的合作愉快乾一杯，怎麼樣？來，乾杯！乾杯！乾杯！我給你倒。來，乾杯！嗯。我去拿。你喝醉了。沒醉。那邊。那邊。我們在喝。今天晚上，我終於可以是你的人了。你是說那天晚上我沒有碰過你，對不對？什麼呀？你說實話，我是不是沒有碰過你？我記不清楚了。你記不記得，從小到大，你只要在我這裡撒謊了，最後都會被我發現。你說實話，我碰沒碰過你？我們現在已經是夫妻了。
就算以前没有，现在也可以有啊。你怎么可以骗我？谁？是我，周世宏。柔儿，你来做什么？我是来看你的。我来告诉你，我们的儿子平安无事，我一定好好待他，你放心吧。我这荒山野岭简陋不堪，不适合您周大老爷，您请回吧。原来这么多年，你一直都住在这里，你为什么不找我？你找我，我一定……你知道吗？这几十年来，我一直都在找你，可就是找不到。就算我没有你的任何音讯，我也从来没有断过要抬着大红花轿去娶你的夢想。是，后来我娶了2位夫人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他们的一双眼睛长得太像你了。你住口！周世宏，你知道你有多无耻吗？从小到大，我从不隐藏我的内心想什么要什么。你对我也是一样，因为这就是我们，不是吗？你从小就是沈家的掌上明珠，爱穿漂亮衣服的沈大小姐。我每次都陪你去做新衣服，我还记得你的尺寸，所以特別為你定做了幾套漂亮的衣服。我不能讓我的女人住在這偏僻的荒野，委屈自己，粗茶淡飯。周世宏，你看你，無論你怎麼假裝，但是你的骨子裡是跟小時候一樣的，只要一生我的氣，就氣呼呼的喊我名字。你到底要怎麼樣嘛？上天待我不薄，讓我們重逢，而且我們還有這麼好一個兒子，我們一家人應該團聚，不應該分開。你痴心妄想，你走，你走！柔兒，我們之間風風雨雨這麼多年，這都是上天的安排，你為什麼還要拒我於千里之外呢？你走！柔兒，走，跟我回去。我答應你，我一定會好好的補償你啊！你放手！你放手啊！你放手！你以為你這樣就可以改變我嗎？周世宏，我再也不是以前的沈柔，你低估了我！放開我！放開我！你放開我！柔兒，小心！你放開我！放開！你別過來！你再碰我一下，我就在你面前有十字釘死給你看！我們不是敵人，我們曾經相愛過，就算有天大的仇恨，你也不能要為兒子想想。不能，不能，不能！好好好，你別激動，別激動。
我这輩子眼睛已經瞎了，我再也不想看到你周世宏，你走，你滾，滾，你滾。小姐，你连着2天发烧，半粒米粒都没进口。这是我花2个小时给你熬的小米粥，还下了肉碎，又香又滑的，你就多吃2口吧。我不想吃，我要见永成。姑爷已经离開周家了。你胡說八道。孙小姐，平儿，让我来吧，你去忙你的。大姐，你就吃1口吧。六六，我知道你恨了我10几年，我也討厭了你10幾年，可是我現在什麼都不在乎，我只在乎永成。他不理我，我的心就像是被掏空了一樣，我什麼都不要了，在這個家，爹疼你，娘愛你，連周家的下人都喜歡你多過我。現在連永成的心也被你奪走了。你贏了，你贏得我根本就沒辦法還手。還好，你贏我了。大姐，你別這樣，這個世界上好男人多的是，每一個都比戴永成那個瘋瘋癲癲的人強，你何必這樣呢？自從我12歲起，我就認定他了，我絕不會離開他。六六，二哥，真巧啊！你剛才在大姐的房間裡照顧大姐嗎？嗯，對啊。下午的時候，我想探望一下大姐，可她不願意。平兒說，大姐在睡覺的時候都叫着大姐夫的名字。對啊。他就是清醒的時候，也是喊着姐夫的名字。他真是個情痴。大姐原本是個堅強的人，可現在……都因為我是個害人精。
想哭就哭吧。好了，就这样。哎，别着急，慢慢来吧。我相信你一定在天上看着我，看着我伤害周家的每一个人，你一定不会原谅我。我知道，你肯定恨我，恨不得我下地獄。其實，我知道，都是我自己沒有用。我真的不知道該怎麼面對周家每一個人。我也恨不得我自己下地獄，因為不知道該怎麼辦。我求你，如果你在天有靈，你一定要給我力量，讓我不要再傷害任何一個人。我希望周玉琪能從痛苦中走出來。我希望周薇薇她的手能好起來。還有，我希望周天琪他不要再為我痛苦。還有，你最愛的那個人周世宏，我希望當一切真相全攤在他面前的時候，他老人家不要太難過，也不要太恨我這個假女兒。我求求你，給我力量吧。香兒，你來了。為什麼？什麼為什麼？為什麼騙我？為什麼你告訴我一個不是我的故事？那個故事中，被周世宏所害的女子，不是我娘，是師父您。
你是什么时候知道的？你教我藏心术，可是，在面对亲生骨肉生死的时候，您还是藏不住一颗叫做母亲的心。这次真是天助我们，想不到不费吹灰之力就能除去周玉清，就连欧冠群一并除去。不管他们是否有染，欧冠群也够倒霉的了。对了，万叔叔，他们真的会被进猪笼吗？你没事吧？啊，我没事。若不是欧冠群出了事，您一心想让周世宏解救您的亲生儿子，我想，我这一輩子都不會相信，師父竟然用個假故事來騙我。你比我想象的更敏感，更聰明。你現在是來怪我的嗎？沒有。其實，我從來都沒有自己的故事，更不知道我的父母是什麼人。是師父你給了我一個故事，讓我這個路邊撿來的小乞丐，可以憑空想象出自己的父母、自己的家、自己的仇、自己的恨。人生如果沒有一點屬於自己的東西，那會是多麼可悲的一件事情啊！師父，其實我真的好喜歡你，我好希望這一切都是真的。那麼你就不是歐冠群的娘親，而是我的娘親。那麼不管我發生了什麼事情，我至少還有我的親娘。不管我遇到什麼，不管我做錯了什麼，不管他有多不喜歡我，可至少到最後他還是會出手救我的。但是現在能出手救我的只有我自己。你師父，張若蘭死，周天齊娶了個不愛的女人，周玉清為情所困，戴永成變成了瘋子，就連最無辜的周威廉，他那個開刀救人的手也廢了。這一切全都是因我而起。我不知道我還要為周家和周家所有的人帶來多少傷害。我想我這一輩子都沒有辦法升天見我爹娘。我只求能在下地獄之前救救他們，也救救我自己。向兒斗膽，懇求師父放過他們。如果我不答應了，其實你早就打定主意要離開我了，對吧？對，我不會再幫師父在周家做任何事情，我也不會再傷害任何人。趁我還沒改變主意以前，趕快走，別回頭。
一句，相爱只有来生再報。你要去哪儿？不理我是吧？跟我没有话说是不是？我怎么看你跟那个六六就那么多话呢？昨晚我看见你跟他在后院抱在一块儿，我看了就生气。你这么骗我，我不生气吗？哎呀，我之所以骗你，也是因为我太爱你了吗？你为什么不说话呀？你想让我跟你说什么？你可以说你会原谅我呀。好，我可以原谅你，可我没有办法像以前那样对待你。你什麼意思？我可以原諒你騙我，可是我沒有辦法裝作什麼事情都沒有發生。我沒有辦法再心平氣和地對待你，也沒有辦法再信任你。借口！就是因為你心裡現在已經有別人了，所以你才故意找借口把我推開，對不對？誰跟這個都沒有關係，這是我們兩個人的問題。只要你把之前的都忘了，我們之間就沒有問題啊。我知道剛才我們兩個都在氣頭上，所以你才說了一些氣話嘛。也怪我也是太着急了。其實啊，我就是想跟你一起高高興興的陪爹吃頓晚飯，我不想讓爹看出來我們之間有任何的不開心嘛。你向來都不是一個會裝模作樣的人，這樣你不覺得累嗎？我就是想讓我們之間沒有問題，難道我這麼做有錯嗎？小姐，喝茶。哎，我爹呢？老爺一整天都沒有出去，馬副官找上門來了，而且馬副官臉色不太好，老爺跟馬副官進書房已經好一會兒了。
說查到了沈烨可能將医书连同宝藏的秘密传给一个叫欧阳俊的徒弟，这事情到底查的怎么样了？有眉目，有眉目。马副官，你让我解释。马副官，你看看，这张名单是跟欧阳俊有关，有可能继承他遗产的人，我都一一做了记錄了，有的已經離世，有的我還沒有找到。你以為胡亂寫份名單給我就可以了事了嗎？我警告你，孫大帥可沒有我這樣的耐性，他要是不高興，寶藏就不要了，你的狗命，砰，哼，就難保了。我哪敢耍孫大帥呀？我一直馬不停蹄到處探訪查問，當然我是暗中進行，他會打草驚蛇，這個我不管。總之在7天之內，你要給我一個滿意的交代，否則你跟你那個瞎了眼的女人和你那個嫁了人的女兒，性命通通不保。知道了吧？知道。啊，馬副官，請。慢走。馬副官。哎，爹。我有事馬上要出去，可能回來很晚，不能跟你和天琪一起吃晚飯了。你凡事要小心，早點回周家，不要讓爹牽掛。哎。啊，馬副官，我送您出去，好吧？大小姐，福星嘛，你怎麼來了？啊，大小姐。啊，到屋裡坐吧。嗯。奇怪，爹怎麼會喊水大娘大小姐呢？爹跟她早就認識的，還在我面前裝不認識。他們之間到底有什麼秘密？